再来新闻，甲咱的乡亲做来关心政治的新闻。2024年总统大选，民进党方面差不多已经确定啊，也过国民党的部分也未决定。被当作是上强帮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拢无表态。依照上新的民意调查，民进党若是推出热定配，那支持度有36.45%；民众党若推出过瓜配，支持度23.59%。国民党这边呢推出侯朱配支持度有较输人，敢若18.23%。那样立委罗树宝表示讲，侯友宜应该赶紧表态，和国民党赶紧比战。刚刚大家有聊什么吗？谢谢小青啊，跟大家打招呼。谢谢。到底伫咧讲啥？侯友宜笑笑无讲。昨暝出席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，工党的新北市议长蒋经宏请食饭，互看作是支持侯友宜大会。侯友宜是民调最高的，对，就我们全台湾所有国民党，包括我们民进党的你只要是民调最高的人，我们都全部支持。民调官的支持，闹议长表态。新北29区里长联谊会嘛要联署来支持侯友宜选总统。啊，根据上新的民调，国民党可能推出的候选人侯友宜33.45%排第一，主席朱立伦8.09%，另外各代表若是代表国民党出战，支持率毛19.7%。赖清德的步骤节奏感非常的明显，一步一步的往前，他的实力一直展现。国民党没有定你一尊，如果到6月底才定你一尊的话，会落后的非常多。那样刘伟希望侯友宜会当赶紧表态，因为若是佫无表态，恐惊对选情不利。民调显示，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推出赖清德、郑文灿支持度36.45%，民众党和无党籍推出郭台铭、国民党支持度毛23.59%，国民党推出侯友宜、朱立伦，民调刚有18.23%。侯友宜应该乘胜追击，选举一定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他挟着这个选新北市长大赢林佳龙46万票的这个实力，然后一路就宣布我要选了，早就应该起来了，民调才不会这样一直往下走了。另外一边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赶以大局为重，当中教练推出上强帮，到底是定调下日初选，也搁伫咧讨论。若是搁无赶紧公布哪赢出战的高人是谁，愈拖愈晚，恐惊这战得愈歹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